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问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两位讲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首先感谢着咱天文师长啦吼，希望着咱祖师大德，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台湾大德，啊，搁有咱何老前人平武大医生，以及咱二手大仙高丹前人的护佑。也搁有就是咱前人点人师的不弃栽培，搁有上重要就是咱在座各位前缘，今日咱护持即个班厝，所以讲即个班厝该咱成立，敢是？是吼，所以讲咱有重要无？有吼。嘛因为安尼，所以讲护学才有即个机会来甲咱宗教的活动上来参咱做伙来学习。那么今仔日护学要来学习的题目。是啥物？呀，不过必有灵。得不孤必有灵啊吼。得不，咱应该是拢讲台语嘛吼。得不孤必有灵。得不孤必有灵啊吼。孤就是代表啥物？孤单嘛吼。啊，咱做人也是足孤单的。过你敢会看我？哈。袂吼，一个人也拢无伴，啊，伫厝里怎啊关伫内底？啊，过咧，你互你做偌好的身体，过到尾啊嘛是安那，郁卒艰苦。啊，一个人甲有足侪朋友的，行到倒啊，做你兄我弟安尼，足有话人要讲的，安尼过了会轻松的，会吼。那么要是安那得不孤？吼，来，互啊先搁来，互咱看一下啊。歹势吼。来，咱看即两张相片吼。假设今仔日会当互咱选厝边，啊，你要选参对一做厝边？叫手边，不香。是安怎？好香，这讲我好。较厝边吼，啊，即个咧，看起咱歹人的吼。边仔迄位，咱看起伊的形状，咱就是一个巫师的嘛吼。啊，巫师咱一般印象就是，拢咧害人的，拢咧做一寡歹事的。所以讲，若互咱会当选择厝边，咱一定要拢要选。即个拄则讲的迄个小和尚，吼，就是咱的小济公，吼。那么这就是得不孤必有灵。今仔日互咱会做选择，咱绝对要选择甲咱有利的。因为安那小济公在拄则咱前先讲的，看起足慈悲的，足慈祥的。所以讲，咱参足慈悲、足慈祥的人，带做伙，你敢会恐怖？袂。啊，咱搁看咱正现处是咱的坐伫边仔，咱的厝边隔壁，咱看到伊，咱敢会感觉足熟悉、足好的，会吼？敢有讲看到？你是安怎创我坐厝坐到遮了？敢有人安尼？无嘛吼。啊，所以讲这就是得不孤必有灵伊的作用了吼。那么搁落来，咱即句话，得不孤必有灵是。在《论语》的理人篇，那么伊的意思就是讲，有德行的人是袂孤单，伊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亲近伊。那么伊一定会有志同道合来亲近伊的话，代表安那？
代表讲伊嘛捌孤单敢是？亲像讲今仔日咱咧度人，咱做好事，咱今仔日做好事去做，人甲咧艰苦白疼，咱就参咱也无熟悉，咱就去甲人斗招呼、斗关心，即种人敢好？好，好哦。即种人好，毋过去互人正现有诶社会啦吼，咱来讨论讲正现有诶社会。正现有诶社会，你做甲上好，人家会惊，会吼，会惊安怎？有啥物目的？你到底家庭哪里好是要安怎？咱就互我单位中心，咱会前辈遮拢知影，拢有咧办义诊。出去义诊做足侪活动，因嘛拢上咧做准备，当着一工拢会当度10几个、20几个人。那么度来求道了，咱拢甲伊问讲：阿婶，还是讲阿伯啊？有时间我来恁兜坐较好，拢讲好，欢迎。等甲时间到，咱敲电话甲讲：阿婶，明仔载我来恁兜坐哦。唔通，你唔通来。大家搁安尼做，咱义诊已经10几档啊，每一处就是即种经验。尾手咱去甲了解下就是安那，伊若足欢喜的受到咱安尼款待，真正讲伊从内心里面很感动。毋过转去厝里就参照，咱今日求道求了后，道足好的，转去厝甲咱的某仔讲。但是伊转去厝里，甲因兜的人，甲因囝讲，我今日去义诊哦，人遐人偌好的呢，安怎？因兜的人会甲讲安怎？你毋通叫人骗伊啦，世间无迄落好人啦，后日毋知要甲你创啥，要甲你牵苦落啊，你拢毋知啦，敢是？吼，但是咱若是互接受到即种的看法了后，咱敢要搁继续安尼做，嘛是爱安尼做，因为咱坚持落去了后，咱所做的代志，别人到尾仔甲讲看会到，亲像咱爱上，互哈尼比嘛有看到，咱爱上迄个3千里吼，去3千里安尼一直付出到尾仔，里长嘛是会受到咱感动，敢是？所以讲到尾仔伊嘛是会当踏入来伫咱的佛堂上，甲咱做伙来行善。所以讲有德行的人，到尾仔一定有一寡志同道合的人会来甲咱亲近。那么咱师尊老大人甲咱强调，修道不为好，就是良心道德，这是不高的根本。咱今日学习道理，绝对袂使离开良心道德。讲德参道，就是拢牵做伙。道德，心中有道，你迄个德较做会出来；心中若无道，你的德就天现袂出来。那么良心道德是咱人类内在的判断的一种的机制，甲外在行为的准则。正直的良心会当使咱行善，而违背良心就会感觉不安甲羞愧。咱今日咱就是以良心道德做事，咱做咧安全自在，而且。咱咧做咧嘛足轻松的，虽然讲咧做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身心疲惫，毋过咱所静落来的时阵，咱的心内迄种的欢喜是足快乐的，敢是？是吼。相反的呢，今仔日你所做的代志，若是违背良心的，你的心敢会安？袂安。相信咱在座，因为咱拢来道场上，拢较袂去做这无良心道德的代志啦吼。但是咱若想看嘛今仔日就是一个要做歹代志的人，伊拢还袂去做的咯。伊干那计划讲要去做歹代志尔，伊计划好准备要去行动嘛，拢还袂做的，伫路里咧行，十头前拄好一个警察仔行过来，伊会安那？会安那？
紧张吼，伊会紧张，所以讲看着警察尔啊过来，人也毋是要掠，伊活咧紧走。啊，警察看着安尼，会感觉安怎？有问题。即个怀疑，即个应该有问题。所以讲，就颠倒会去甲紧张到尾，伊做歹代志就随叫掠去。哦，啊，所以讲做违背良心的人，伊家己本身伊的良心就会不安。哦，那么今仔日，咱老师甲咱准备，所以讲咱来以良心道德来行事。那么而且以良心道德行事是以德服人，哦，是以德服人，而毋是以利诱人。以德服人会当使人会当真心来信服，所以有德的人行道是为正道。以德服人，即句话咱嘛时常听到啦吼。啊，互我来讲一个历史的一个典故啦吼。过去在即个唐太宗，唐朝唐太宗，咱知伊知影历史的话，唐朝。伫咱中国的历代来算，伊嘛算一个强国，敢是？地理了嘛真好。那么唐太宗伊在30几岁的时阵，伊有一厝要过年，啊伊就去巡视因附近的即个算家啦，关死人犯的死了。那么去呢，伊就叫遮个死了犯查某拢出来。哦，一塔下面讲一寡话，啊，伊咧讲的时阵，伊就问伊讲：恁对着恁今仔日互人判死刑，恁有感觉冤枉的无？恁有感觉心内做毋甘愿的无？啊，遮个死刑员拢总有289个，逐个拢讲因甘愿，因确实因就是做了毋对。哦，讲起这嘛是算唐太宗因的教育，可能教育了袂歹啦吼。那么这个时阵，唐太宗去甲伊问讲：既然恁拢同意，恁拢有甘愿，嘛无讲感觉讲今日判恁死刑是一种的冤枉，那么恁心内阁有啥物还袂完成的愿望无？我尽量会当帮助恁来完成。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死刑员讲，伊希望讲伫要处死的进程，会当阁转去厝里，参因厝里的人，阁团聚一下，见最后一面。哦，啊，这个唐太宗伊就听到这算人性的一种的需求嘛吼，就答应伊。答应伊，毋是干那放伊一个。伊个甲这289个讲，今年的过年会互恁查甫拢转去，啊，转去互恁见厝里的人最后一面，恁有啥物话要讲的交代代？但是咱做一个约束，伫明年秋收，就是要秋刮的时阵，过去咧执行拢是伫秋天的时阵嘛，所以讲咱讲秋收啦吼。那么伫明年秋刮的进程。恁拢爱转来，安尼恁做会到袂？各位，今日若是咱迄289个，你要讲做会到啊，做袂到？做会到，做袂到，咱就无你转去啦。哦，所以讲大家拢讲会，啊，伊一声讲会，唐太宗甲讲好，只要恁讲，我就拢互恁转去。但是一定爱会记即个约束。一个唐太宗宣布安尼尔，边仔遮个迄算啦，以咱即来讲典狱长开始咧惊，他讲皇上啊，这种杀人放火的、作恶多端的，你家己放倒去，哪可能阁转来啦？伊讲无要紧，相信因还阁有迄点的良心，吼，啊，阁安尼家己放倒去。当甲过一冬，秋收要秋绝的迄个时阵，伫中安城的城门口，足侪百姓，逐个拢围伫遐咧看啥？看讲遮289个有转来啊无？时间已经剩无偌久啊，拢无赶转来。啊，即个官员呢，就搁开
开始咧甲动态总讲方向啊，你也看时间要到啊，靠可能迄撮人员会转来啦。伊走头走都走袂去啊！你搁今日放伊去，伊搁要转来。但是呢，到尾啊5分钟开始一个一个一直入来，一直入来，一直入来。啊，这个官开始点了，点到尾啊288，搁差一个。啊，这个人才查起来叫做徐福林。一个人咧讲呢，这288个死刑犯换甲因咧去啊。伊讲，这个徐福林哦，今日这查甫我做会当挂来哦，我绝对去甲杀死的，破坏咱的名声。哦，敢对？是嘛吼？但是呢，啊，这个安尼大家伫遐咧嘻嘻哈哈咧，踮遐咧讲的时阵，到尾啊时间虽然超过啊，毋过伫城门外，一个开始伫遐喊讲：我来啊，我来啊，我来啊！坐一台牛车入来，入来了后呢，就跪落去甲东太祖讲，会师咧讲方向歹势，因为我要来转来的过程当中，我去互破病。哦，啊打好，啊因为身体还佫足虚的，所以讲我请一只牛车坐转来。安尼289个，一个拢无减。啊，看到即种情形，逐个拢有啊拍鼓啊。拍鼓啊了后，这东太宗就讲：恁逐个拢会守信，代表恁迄点的良心还佫有伫咧。既然安尼话，恁会当答应我讲，今日若说互恁重新做人，恁会搁去做为非做歹代志袂？恁会搁去杀人放火啊袂？袂啊嘛吼，大家嘛一定讲袂。吼，咱无讲安尼了后，东太宗就真正带甲伊放去赦免恁的死罪。赦免因这289个死罪，逐个欢喜甲转去。转去了后，因真正拢遵守着因的原则，拢无搁做歹代志。而且当甲当朝搁遮参咧战争的时阵，因这289个拢无互相联络，因拢是走转来报道，因要做拍前锋的兵卒。啊，所以讲当朝迄时阵才会变甲遮严重，这就是因为东太宗以德服人，伊的效果。哦，那么以德服人，伊的相反是啥？以利诱人。以利诱人就是讲，我用利益来甲你引诱，啊，用利益甲你引诱，即种的物件，有时阵咱会因为贪利，咱会相信一个人，敢是？但是你敢是相信迄个人？你是相信啥？利益。哦，啊！伫齐国的时阵，春秋齐国，齐景公伫春秋的时代嘛是算一个强国。啊，伊咧治理国家嘛治理了真好。啊，伊会遮尔强，就是因为伊的下面有3个大将，即3个大将功夫足好，汉草真好，讲会大讲啊，足够伤害，足够伤害。哦，那么因即3个功劳也足大。因3个真感情也真好，那么因这3个感情真好，啊，因为因到尾啊，逐个人感觉讲哦，逐个拢叫伊大将军，大将军，啊，逐个安尼甲学了，安尼甲叫到尾啊，人讲就讲尾啊拢翘起来啊，哦，啊，就愈来愈旷歌目中无人，啊，有一次经过因的宰相的面前的时阵呢，嘛无甲因宰相惊咧。啊！即个宰相看到安尼，心内敢会轻松？袂轻松。我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3个安尼看到我，拢无咧甲我拍一个招呼的，无你嘛甲我问一个，拢无。心内就记恨啊，就走去甲齐景公讲因即3个哦，虽然功劳足大，毋过功高震主。因真对我就拢无咧尊重啊，后真对皇上你嘛袂尊重，有可能会用你的皇位甲你侵占去。啊，咱人啊坐伫迄个位吼，坐了惯势啊，就足惊伊咧威胁人甲你侵入。
所以讲齐景公伊听了后嘛，感觉有认同嘛，感觉讲有影就对呢。哦，伊即摆三个对我咧讲话嘛，拢足凊彩呢。哦，然后就要上计策，上计策的时阵，即个宰相就去甲伊献一个计策，即个计策叫做二桃杀三士，就叫齐景公摕2粒桃，即2粒桃有一粒大粒，一粒小粒。哦，啊，齐景公就照样呢，甲伊即3个甲叫来，甲讲，恁3个大将军哦，对国家的贡献真大，啊，为了要表示一点仔对恁的感谢，啊，才有2粒桃要送你，但是敢若有2粒尔，恁有3个，啊，即2粒阁有一粒大粒，一粒小粒，啊，毋知影要安怎分，啊，所以呢，恁3个家己讨论，家己讲。看啥物人功劳上大粒的互伊，第2个互伊小粒的，啊第3个因为敢若2粒桃，所以讲你无。即摆3个本来好朋友一听着安尼，虽然讲桃无啥物物件，但是迄是一种的啥荣誉，敢是？3个开始本来好啊讨论，讲到尾啊。声音愈来愈大声，大声到尾啊开始冤家，到尾啊刀啊爬起要准备要相害。但是因即3个算起来讲，还阁有一个道德啦吼。当甲因3个举刀要相害迄时阵，吼刀剑相向的时阵，因3个心内家己想讲，啊咱哪会今仔日好朋友变做即种情形？啊因嘛感觉伊即种的。状态无好，啊到尾啊，因家己忏悔，3个拢自杀。吼，啊，所以讲，这就是历史上的2桃杀3士，就是安怎用利益来引诱人。那么相对的，咱在道场上嘛是共款哦，咱咧宣传道亲，咱拢会甲道亲讲安怎，咱爱好啊行功立德，敢是？啊，行功立德是要创啥？行功立德要创啥？小恩可以啊。小恩。行功立德就是要了咱的愿嘛吼，咱过去所做的代志，有可能所做下了足侪因果，做下足侪业，所以讲即世人咱有时阵较袂当做如意的，敢是？所以讲咱来道行功、道立德、道度人，啊道宣传人，咱安尼宣传拢好哦。啊，若是今仔日有一个人，伊足发心的，度足侪人的，啥物班就来参与，哦，啊，咱看了嘛真甘心，啊，咱嘛想要搁甲伊杀一个，搁甲伊多鼓励，啊，咱无想遐济，毋过在咱的经济上，咱甲伊讲一句讲，你就好好啊做哦，好，十日之内你搁继续拼吼，后日有机会通去做组长哦，啊，你嘛有可能会当做领任哦。咱若是甲伊安尼宣传，咱虽然讲是好意，要互伊激励，要互伊鼓励，但是即2个组长甲领任，这敢有物件？敢有物件？无快嘛吼。但是伊敢有实际的，这要安讲？伊有实际的一个职位无？有嘛吼。当了安尼的时阵，伊心内即摆来咧做代志。可能就安那，为了组长，啊为了有可能也即个当做领袖，伊的心本来是无为的奉献，到尾啊变做安那，有为来做，安尼做起来，参无为奉献，咧做的态度就无共款吼。所以讲咧做的过程当中，参动手之间，话时就会起口角。啊，就会起摩擦，啊，到尾啊，就前功尽弃。吼，啊，所以讲，有时阵咱咧讲话，咧鼓励人，咱的迄个用意甲言辞，嘛是拢爱做注意的。因为德，咱恁拢知影讲道德，啊，德嘛是足重要的。毋过，即个德到底是要安怎去做？德到底要安怎去做？德敢是今仔日你做到组长领任，你这德就足大？不见得。吼，啊，今仔日你是一个小人才的，
你逐日做来遮安尼溜涂骹七分钟，清便所拄嘛有工课去做，人甲安怎你就走细节去当关心，你的力会建立落来袂？会，吼，啊，所以讲老师甲咱讲的，咱爱以德服人，毋通以利诱人。哦，啊，有德的人自有感召，无德者也求也难得。这段话就是强调咱的德行本身就是一种的吸引力，哦，无需要强求人的。那么你这个自由感召家啦，吼，互下来讲一个，互下的亲身的经验，互咱大家做参考啦，吼。因为过去互下离疫情之前，吼，互下先望像咱前日主编吼，啊，遮年轻会当随甲咱前日出国去大陆参加交流几落摆。啊，有一次咧交流的时阵呢，啊咧用餐，互下个边仔偌济大陆伊中科院的院士，哦，啊坐做伙，互我参与交换名片了，一了解伊就是院士嘛，吼，啊，佮参与一个当面迄种个聊天啊，啊讲到尾啊，伊较讲因出来就是拢咧调查咱一贯道的，要写咱一贯道的报告，吼，啊，互遐甲因就甲伊请教讲，啊，你安尼了解遮多，参加遮多，啊，你感觉阮一贯道安怎？伊讲你一贯道真正好，参其他的宗教无共。我讲啊，你知影遮尔好，你敢有想要求道？伊讲有，我有想要求道。我讲啊，你有想要求道，你着参加过，出来遮久啊，参各单位足侪拢有联系。啊，你对一个单位感觉较好的，你毋着赶紧去求道。伊讲袂使，我真袂使求道。互我讲，啊，你是安怎袂使求道？伊讲顶悬有交代，顶悬交代安怎？互我甲问讲，啊，顶悬是交代安怎？伊讲顶悬交代讲，依照几若批来调查一贯道，调查到尾啊，全部拢变道恁的道亲。即次特别交代，恁即批出去，袂使搁变做人的道亲。吼，啊，所以讲伊就讲，哦，伊就来互我讲，等下我想着讲，后日有啥物计策会当参顶悬做一个交代，啊，若无就是等下我无做院士，我袂去求道。吼，那么互海讲即个故事，咱听一下呐。中国大陆对着咱一贯道真正阁无合法化，伊嘛是咧调查，包括以早交流甲遐侪现处是。电脑因为政治关系，所以讲阁算做讲愈危险啦吼。那么咱对因敢有特别去甲伊度无？但是因当然伫边仔去做调查了解，因就知影讲咱所做的工作拢是真正无谓的奉献。啊，所以讲伊就会受到咱的道，包括咱的前辈者因的德所感受。啊，伊就会当地会想讲要来亲近咱的道。啊，搁落来，道就是吸引咱而毋是手段啦吼。咱老师甲咱特别指出讲，德行对一般人只是一种的名词，但是对修道人来讲是功夫的呈现。德是内在修持的累积，自然流露以外，毋是装出来，哦。而是咱心中所发出来，即个德，今日一个人做有德行的，敢会见证？我来甲讲吼，互学安尼，性地做歹的，啊，若到咱的面头前，拢啊叫我安尼足自上的，啊足掂的，啊，但是安尼恁看我，敢会咱看互学，敢会感觉讲，哦，即种德行袂歹哦。敢会？袂啦，因为安那，互学了是无伫内心内底真正有法度，有了解道义的尊贵，有达伫做一番的转变的话，咱的面相无法度改变。咱会当装会当假的是安那？摕像咱昆道摕我化妆品甲化妆的，吼，像即个网红的安尼。
无啥偌好看，但是画拢大拢美女，但是这画敢做装真正会当将你的内心的水，我咱装会出来，装袂出来。所以讲老师甲咱讲，这是咱功夫的体现，尤其是在咱道中上，咱心中甲有道，咱行出来就会有德。那么咱心中有道，行出来有德的话，咱咧所做的所为，咱袂以咱家己的心内所需求去做，咱会以众生伊的心态去行事。那么在这个福音当中，伊的道、伊的德性就会显露出来。那么所以讲，培德的核心是在修心甲行善。德是由内而外，你的内心若无真正的转化，就无可能去度化他人。所谓的以德化人，毋是用言语压人，而是用咱家己的品德甲气度去影响人，这才是真讲实善。今日咱求道，咱知影道好，毋过咱家己槟榔还搁咧煲，粉还搁咧食。喙还搁安尼三字经安尼，袂讲真正三字经就出来。然后去人讲，啥物人啊？道足好个，我带你来求道。槟榔搁咧煲，这个人敢会对你去求道？袂嘛槟榔煲到规个喙，要叫我真正三字经先请出来。你讲要叫我去求道，我参你求这求的到尾，毋知参你共款，敢是？所以讲，咱要度人，要成全人，包括讲咱要感化人是安那，用咱家己本身的德性。咱道场当中参一般的宗教无共款，差别就是伫遮。但是咱有时阵在即个环境久啊，惯势去啊，咱就无感觉讲，即个环境有啥物特别。但是在外口人因的感觉就是无共款。搁来讲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是宝光主、宝公主因的一个故事。宝光主因一届一个活动，要开2天的法会。那么要开法会的时阵，爱准备足侪厨房爱足侪菜嘛而且嘛还有水果，所以讲爱足侪人出去菜市场采买。那么即厝呢有2、3个人在参一个单主。做伙要去菜市场买物件，那么去到菜市场咧买的时阵呢，看到迄个菜市仔内底，另外阁有一组人参因完全无共款。迄组人呢，带头的显形，赤脸赤红，然后呢，一担一担咧当收钱，人边仔人毋知影看到讲，遐人是安怎来行到遐，人就一批互伊，行到遐人就一批互伊，无咧买物件。人买人甲讲，迄就是咧创啥？咱各位知嘛咧想保护伊的。那么遮个人了解了后，就无插啊嘛就继续买物件。买完要出来的时阵，另外迄组人嘛拄好出来，出来因伫遐咧车行顶是2路口咧等车行顶的时阵。一个阿婆仔举一支拐仔伫遐要准备要过马路，即个赤脸赤红的即个老大看到了后，伊走去迄个阿婆仔的边仔，甲问讲：阿婆啊，你要过路来，我牵你过去。人咧甲牵过去了后，佮转来。即个单主看到即种情形，伊怎啊讲的？即个老大。阁有良心的呢，阁有良心，咱会使来甲度呢。各位敢去度？敢？边仔的人甲讲你想济啊！迄人遐歹，你要收保护费，你要去甲度，后可能。但是咱人自有善言善愿，天必将之。伊即个单主虽然讲安尼，伊心内就想讲，我一定要来甲度。伊即个善愿发出去了后，上天就感应着啦。
过2、3天，真正伫路里，搁互伊拄着迄个老大，伊拄着了后咧，赶紧走去即个老大边仔讲：，这位先生啊，我看你吼袂歹呢，你大善人呢。前几工我看到你搁牵一个阿婆过马路呢，哦，不简单呢，你是大善人呢。这个老大听到安尼，会感觉啊？欢喜哦。将来无人咧甲我讲我大善人的，人拢讲我大尾罗马。啊，你咧讲我大善人不简单，吼，我心情就足好诶你。啊，这个大主伊就搁甲这个大主讲无啦。这做人的基本啦，这无啥物啦。好，即摆一讲一句出来，这个大主就有话通讲啊。伊就来讲，好，你真正无简单。啊，这位先生啊，我看你喊草真好咧。哦，啊，你真拢献胸，你身体袂歹咧。毋过吼，我有熟悉一个朋友吼，伊比你身体较弱。你干那做人献胸尔，你寒人敢会献胸？伊讲袂啦，寒人个爱搁穿外套，搁会献胸。伊讲我迄个朋友吼，寒人拢搁会献胸咧。讲后迄落人遐勇呢。伊讲有哦，你敢想要参与熟悉？伊讲好啊，啊无你找一个时间，我参与来熟悉一下。好，世间也有即落人遮勇的。啊，就打电话互即个单主啊。即个单主安排好，过2天了后，敲互即个老大讲。这先生啊，我来讲迄个人我约好啊，啊咱做伙来。迄个老大就讲好，啊伊就去带迄个老大啦，带去倒？佛堂，哈，嘿，带来佛堂。伊带来佛堂，个安那，大家入来了后，就请人钱先好，请用毛巾；钱先好，请用茶。好，也毋捌咧，互人做即种的款待。就来到遮，大家搁安尼，而且大家拢面上遐认好看，啊安尼甲我叫，哦，伊感觉讲做人做遮久啊，第一摆去外人甲我当做是人，哦，所以讲有够欢喜的。啊，遮伊就问这个当主讲，啊你甲我讲迄个人是对一个？伊讲伊无伫遮，伊伫头顶，我带你去。带起了后就甲比较。比咱的面咯，咱拢知个。伊看着了来呐，笑一个安那，我伊嘛无甲我骗啊，啊真正献兄弟啊，吼，啊就来问讲，啊你今仔日带我来遮到底是有啥物目的啊？啊伊就开始家己讲一寡道理，好听讲完了后，叫伊求道，伊嘛怎真正便伫遐去求道。求完了后，听三宝讲完，嘛感觉道真正好，佮甲点传师讲，你遮环境足好咧，我敢会使当遮大2工。啊，即个点传师听会甲讲好，我请示阮前日看卖，请示前日甲讲好，遮伊就甲讲好，会使你当遮大，伊个怎啊离遐大？啊，讲起讲原来正算到因缘的牵引啦。伊来了后，去求道到看佛堂，拢无敲电话转去厝里，也无甲因的遐小弟讲，啊，遐个小弟感觉讲一个老大雄雄怎无去？啊，伊早有1000专案，拢想讲啊，这老大去互扫伊啊，啊，菜市场遐保护互伊嘛无一个敢去收的，行去收后一个换较杀着我，吼，啊，遮伊即个。老大伫遮带3、4要到4个月，啊，要搁开大班的时阵，爱搁去做菜尾啊。去做菜尾的时阵，伊就甲点传师请求讲，啊，我敢会使参与做伙来？点传师甲讲好啊，你要了愿做伙去好啊。去的时阵，去甲伊上界熟悉的菜市场，那菜市场看到伊来了后会安怎？会惊。赶紧的，大家拢自捧来讲，嘿，老大诶，啊你这4个月也拢无来收，啊拢无人来用，我也毋知影钱要交互啥，我拢甲你算伫遮，要摕互伊。伊看到即种情形，伊甲伊讲，各位乡亲啊，歹势，以早是我毋捌啦，吼，啊我真已经有去求道啊，
我嘛有咧收刀，而且我即拢搁食菜。好，大家听一下。我是对啊，毋对啊？是啥物物件哪会当互一个人变化遐大？然后个看伊的面相，真正参以前拢无共啊。就参伊开始聊天，参伊开始问的了，较了解讲，原来伊就是去求道。200几担的摊贩，迄工团拢做伙去求道。所以讲这就是安那，就是咱道场用就是这上界实在，伊的德性显露出来，真正就会当去感化啦。这个力量有大无？有。但是咱这互较搁甲伊，咱这搁甲想转来后，咱搁转换一个角色哦。今仔日若是咱遮在座的情形，咱有去度一个罗马入来。同款的情形，伊讲要要求咱遮大两共啊，咱来叔叔伊来甲会答应。咱再来转换一下角色哦。敢会答应？当然叔叔比可能会答应，但是边仔有可能就会讲安那。当然叔啊，你着考虑清楚呢。迄是幸是好，咱拢毋捌呢。今日入来，伊若要创啥，咱敢知？敢是？有人会有即种想法袂？绝对有，而且即个声音绝对足大。因为安那身躯看会做赤热赤风，就真正事实摆在眼前。但是咧，咱着即互下会讲，咱转换一下角色就是安，即种代志拄伫咱身上的时阵，咱敢有法度安尼去做？咱若无法度安尼去做，今日敢有迄200几个人去求道？今日即个大尾龙马，伊敢会变做一番的改变？袂。所以讲，互下就是讲，咱有时阵，咱都转换一下角色。即种代志发生在咱的身上的时阵，咱会啥物作为？咱的作为甲人无共，是毋是代表咱的内心也阁有物件？遮个物件，咱要安怎甲摕掉？这就是咱点了师祖比遮一直咧开这个班厝。最大的目的就是，互咱一点一滴，每一次开班的当中，将咱的物件一项一项甲摕掉。那么相信后日咱若拄到遮个状况，咱这德行就会当显露出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啦万物皆有定律，这咱拢知影。每一项物件拢有伊的频率，亲像互学讲话有互学的频率，互学的频率正参恁人咧听的频率，咋参互学调无做伙？恁听会安怎？爱困会拄久，正现处是应该还阁还好啦频率还阁算调有共款啦赞。对啦，那么咱的频率若调了好，咱的心内甲上天嘛是共款，就可以搭讪。那么这个频率毋是咱人较有咱包括讲无生命物件嘛有，互我来一个影这咱大家应该有伫网络版看过啦这是日本人做的一个实验。伊这是一个摇摆族，摇摆族敢有生命？无。安尼来看，这个人做实验的，伊将所有的摇摆族一个甲伊用互叮当。声音咱可能听较无咱若看伊的声音，敢有整齐？无整齐，感觉上足差。咱真少甲伊看咱先来看伊第一摆。这一支无共票，咱来看，伊等下伊就慢慢啊调，家己分了调整。才出这2支无共。
第一排真够济啊！哇，好。第一排济啊吼，啊来第二排，完了才搁即支啊搁伫遮咧，伊家己咧调整哦，咱若注意看，伊家己会调整哦。没有了，济啊吼。有啊。第一排、第二排拢济啊，剩第三排。哦，我咱奇怪，咱拢第三个到第四个。哦，剩一支尔吼。我两组。哦，安尼全部拢济啊，济了后声音敢有足好听？有。有。好，啊，所以讲，互我拄仔看到即个人做即个实验，咱来看见，包括无生命，但是只要你会当坚持，到尾仔你的频率就会去影响别人，影响别人了后，大家就会相对。所以讲，今仔日咱修道，咱以前咧听讲会讲，达到世界大道。咱拢感觉讲，这种遥远的，其实敢有遥远？无遥远。只要咱真真正正将咱的道心发露出来，咱的道心发露出来，咱讲迄个正能量，大家拢正能量出来话，到尾啊，负能量嘛会互咱影响，这才就拄则迄个罗马安尼共款的意思。哦，那么搁落来，咱来讲内经。内求甲外求啦吼，内在的修为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后，外在的经验命运就会对你改变。内在的修为，就是敢若家己改毛病去脾气。那么咱真正会当将咱家己改毛病去脾气了后，咱的行为所表露出来，就会无共款。但是要改脾气、改毛病去脾气，敢有简单？无简单，你讲有轻松无？有足轻松。互较逐日嘛会讲，我爱改毛病去脾气，改毛病去脾气。啊，迄个境界无来，我拢足好诶。啊，迄个境界一来，就袂记一来。啊，等到迄个发出来了后，佮想着啊，我毋对。啊，但是佫会想着，佫袂歹喎。哦，啊，因为即个物件是累积落来的，咱要一时做改变嘛无法度。毋过咱时时刻刻就是爱去调整咱家己。啊，所以讲咱就爱受在即个环境当中、同修当中，大家互相去影响。哦，咱讲的讲爱三不离，安尼自然咱就会将咱的心去完全调整落来。好，那么特性就是咱内在的火种。火光啊，光周围的黑暗自然提起，顺光才变会聚拢，这才像咱的六祖大经所讲的：一丁零度千年暗，一滴零灭万年有。咱每一个人求道了后，咱拢知影讲，咱有一个良心，啊，咱有自性甲知。啊，咱若是会当用自性去行事，咱所发出来就慈悲心，对不对？对吼。啊，咱的自性，伊要安怎起作用？咱的自性要起作用，就爱靠着咱的行为表现出来，人较看会到。啊，无干那讲，我修甲足好哦，啊，咱做出来的行为拢毋对，你干那讲我修甲足好，话是你咧讲的。哦，但是今仔日咱所表现出来、所做出来，真正参考共款有迄个慈悲心的显现。咱就看会到，所以讲德行就是咱的自性的一个火种。这个火种甲光起来了后，就会当安怎？一滴零度，零灭万年有。哦，所以讲今仔日咱求道嘛是共款。咱人会惊黑暗的，会嘛吼？敢有人袂惊黑暗的？举手一个，无嘛？互我想讲，大有诶话，就要来参与做这个实验。哦。那么，互咱搁来批论啊，咱想迄个意境啊。今日假使咱只是暗时啊，电火等的拢甲切落大啦，啊闭班啊，
啊，请咱各位前贤好啊，讲各位前贤必班的，一路慢慢走下去，啊，咱敢好行？我有甲咱讲好好的走下去哦，你敢好行？是安怎歹行？啊，茫茫，要落了水，等下踏了啦，唔对，就去互跋倒，敢是？心内，而且咱若想看迄个情景，暗暝状况之下，拢无当看，你要落了水，你的脚会安怎？踏来。因为你的心中会恐惧。那么咱人生也共款，咱人生是安怎活到尾啊？人讲会总惊死的，因为啊，唔知死了我到底要去倒去？我到底是要落去第几甲？敢是？啊，咱求道过啦，是安怎？100岁年老了后，拢会心肝做软的，身躯拢做软的，因为咱知影要低倒去，咱袂惊。那么今日参照咱回倒来拄则迄个意境，今日要将即个乌啊，家己去除掉，咱要安怎做？来，有做一个前言讲一个，凊彩讲拢无要紧。拄则讲的讲电话拢切落花，啊，即摆要来解决即个问题要安怎？手机啊。免啊。手机啊。天公点点，咱是点亮心灯吼。啊，拄则咱正常，咱的讲法其实拢对，啊，但是上简单的，咱拄则袂记讲佛法讲的，电火切落花，啊，即个要解决就是安怎？电火，就是电火甲开关起好落去，电落来啊，电火就转啊，黑暗就无去啊。那么今日咱的人生遮黑暗要安怎？参照拄则咱吴处长吼所讲的，点亮心灯，带人来求道，点开伊的智慧灯，然后带伊来听道理，了解了后，伊心中的火种家己会光袂？会对着人生伊就袂恐惧啊！安尼感觉对吼？啊，搁来，咱来看着讲，所以讲咱来学习咱前人辈传道的迄份集中甲牺牲奉献的精神。有时阵咱来家己反观讲过去，咱在座敢有人求道，咱来调查一下吼，求道超过40担的举手一个，有偌济？有处长咱无吧？咱举手一个超过40担的。原来佫袂少的，请教调查这个安怎？因为40当前，咱的道还袂公开。咱的道还袂公开，因为过去遮久啊，有的人拢讲以早无效法，毋知影以早无效法到底是安怎？以早无效法，咱真正要坐伫遮开班，话时阵足困难，所以讲一年当中开无啥物班次。而且人拢会念，包括咱周前人啊，咱单前人，像咱单前人，佫有互人掠去种法度，咱周前人嘛，互人掠去关几6届，前人常常咧学的讲，伊掠到互迄派出所的讲安怎？为佫是你？前人讲，无，毋是我无，是你佫送。佫包括过去大陆遐人咧轮涵的时，大陆迄个时阵嘛足危险的。互我来，咱先来听一条歌啦吼。这条歌咱大家拢有听过《牧羊人》。咱做伙唱敢好？好。你声音哪会遮细声？安尼个跳。跳舞，多么幸福，一样的天气，爱。咱看戏，咱做伙笑好无？好。
不怕风阻，不怕一挡，做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大禹治水的精神，30国家们不见母亲也。一心要做牧羊人，指引迷途的羔羊。我们要追随天人的脚步，把光芒升到传遍天下。这条咱讲有听吧？刚可能。这条咱有时阵咱就好好啊甲唱吼，啊有了甲生活内底意思。咱过去的老前一辈，因为道的迄种的精神。就你会使呾？一心要做牧羊人，指引迷途的羔羊。我们要追随天人的脚步，把光芒升到传遍天下。我要简单的哦。天人的脚步，多么的艰苦，理想被天去开放，不怕风阻，不怕一旦，拖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无声音然后互我歌声也无好听啦，咱遮献错了。哦，要放这条歌就是互咱了解咱何老前人，咱老前人伊过去为了要将道传来咱台湾，这故事话咱在座可能我拢有听过足多。咱老前人伫这条歌当中有一个讲3次过家门，不见母亲也，有啦吼。那么3次过家门，不见母亲也，坐来讲这段。咱今仔日，咱老前人，人讲会知，以一般社会来讲，放母放囝，事业结束了，来到台湾，拢无做一个人类的交代。但是老前人伊放母放囝来台湾，敢是做歹代志？毋是。但无老前人伊放母放囝来台湾开放，将道传互咱今仔日无这个机会坐伫遮成功了完。那么咱老前人伊的心敢是铁拍？毋是，共款拢是大做的，拢是人的是大人。所以阮老前人在民国30几年来台湾了后，伊有搁转去大陆，转去甲父母免教的时阵。伊嘛会想因厝里的人，所以讲伊嘛有转去厝里，但是转去毋敢就去。咱搁开始家己想迄个意境，今仔日若是你的话，徛伫遐，徛伫边仔，看你的厝，看到你的某仔囝伫遐咧行搭，看到你的囡仔，看到你的士大人伫遐，你的心会安怎？各位？咱的心会安怎？难过，会足心酸的，而且会安怎足艰苦的。今仔日我也毋是做歹代志，我也毋是去互人通缉，我今仔日转来甲厝里，毋敢转去。迄种的锥心之痛，咱真正意会袂着。毋过咱若有了去甲想迄个意境的话，
多多少少咱会感受到咱老前人。吼，所以讲咱老前人，伊就是安尼，伊今仔日牺牲着伊个家庭，目的敢是要互伊趁大钱？毋是，伊个目的就是安怎来到咱青苏个台湾，在以早个时阵，话语敢会通？袂通，而且佫是安怎神奇的迄种观念足大，人讲迄外省仔会来偷掠囡仔，人看到外省仔，人就会惊。听过去的前辈者讲，咱老前人伊要度咱六甲单前人的时阵，要去度六甲单前人因太太，敢若看到咱好老前人伫头前遐行过来，门就赶紧关起来，毋好入来。伊家拢嘛无爱插伊，老前人为着要度迄种单前人，六甲单前人，就总啊坐等外口遐等，伫遐等2点外钟，陈太太搁摕面汤水甲泼，泼要安怎切个，嘛是搁伫遐等，咱今日度人敢有即种精神？无。咱大人绝对无即种精神，咱若有吼，咱可能有咱较做老前人。但是这是讲笑啦吼。咱今仔日，咱虽然讲咱无即种的精神，毋过咱爱效法，爱去学。大人无你就做好度的啦。大人你若是真正无付出你的关心甲关怀，你要度伊来困难啦。有啦，有可能人来会来救啦，但是救会转去会讲安怎？我落去互准几片面，叫我去遐拜拜200块互伊，叫做求道啊，敢是？足侪人就会安尼讲。但是咱今仔日咱若是真正出自于爱心了后，人会想安怎？这道到底是真正偌尔好？你是安怎爱安尼苦口婆心来甲我叫？来甲我带，人会原来会想呢。那么人会安尼想，就是代表伊有领悟。咱若无安尼去甲伊做，咱袂将伊的内心迄个道心甲伊揪出来。所以讲咱来看讲，在民国76年进前，就是还袂合法化的时阵，咱的道务迄时阵拢互人讲安怎，咱求道一贯道。咱在座应该还佫做侪真会知，咱讲咱是啥物教？阿伦教，佫有啥物教？吞苦教。对，这就是以前人拢安尼讲，包括护学厝边啦有一位伊当来求道6、7单，伊今年60、80岁啦。伊来求道了后，听道理听的。慢慢较了解，伊甲护学讲，亲身伊甲护学讲，准贵。恁这个拜拜都足好诶，是安那以前哪会拢讲，恁这是吞苦教，是阿伦教啦。我讲，恁问我应该，我问你咧，恁以前咧叫恁求道，恁拢讲无爱，讲恁咧吞苦教，恁是吞苦教是伫倒来？护学嘛安尼才会讲，这就是安那，但是咱迄时阵就是以讹传讹，无了解，无了解，无踏入来了后，到尾拢将道义的遮尔尊贵，拢甲伊变做一番的误解。但是讲起来，这嘛是道的一个天的作用啦。道若是真正互恁好甲拢会坏着啦。人讲会讲，性格会食药啊，就对啦毋免当去道啊，照排队啊。若甲照排队了，敢会当成功了完？袂。所以讲，这就是即点靠咱的诚心，上天嘛是互咱的即点的考验。那么咱搁来注意甲伊回想以早还未合法的时阵，以早的道务敢有比即较歹？无。以早咧道人比即较侪是安那真合法啦？颠倒道少，真正颠倒道无啦。因为咱的心无亲像以早迄种的心。以早的前辈者真正道人是苦口婆心的，人甲你做工课，差人咧做，为了要度伊来求道，就赶紧去替伊修行。
去替伊口草。啊，咱真会甲会。我家己工课做一堆啊，我咧替你做，心境无共款，力量就无共。吼，啊，所以讲咱一贯道的传承，离师尊师傅传道到今，但是有这份的天德，就是咱所讲的天恩师德。要安怎在咱世界各国开花结果，这就是德不孤最佳的写照。吼。搁落来，德甲命运的关系。德是修养甲善业，命运是因果的体现。积德会当改变命运，使人由凶转吉，如来天上。无德则消耗福报，使命运行下坡。这道理，咱敢知？拢知啦。其实互咱毋免讲啦。啊，互咱请教的讲到命运啦，讲得偌好吼，咱无一定意会会到啦。啊，若讲到命运，咱可能精神阁会来啦，因安那逐个拢要好命，敢是？啊，咱在座各位，敢有人去算过命？应该有啦，敢有可能拢无看？有来有算命的人举手一下。是用别人算的。即几个命吗？别人算的。啊，咱去算命的时阵，算命先会甲咱讲啦，哦，你命真好哦，哦，迄时阵咱听着。心情嘛，加足轻松。啊，若讲你的命歹，迄个时阵咧，好，就开始问啊咧。啊，我命安尼哦，安尼我要怎改？我要怎改变？会袂？今仔若去问算命先来讲安尼敢会？上边问看卖，会嘛吼？啊，问的时阵咧，算命先就开始甲你讲啊，但较无良心的就开始甲你说啦。啊，你就去安那去改运。啊，互我要做金纸香的啦，所以讲拄着这足多啦。啊，互我嘛感觉讲奇怪，以前咧做生意都无定咧听着天下日哩。啊，即摆吼，定听着讲哦，当时天下日吼爱来补财库，当时天下日爱来买啥个？啊，人客来拢会甲互我问你讲，啊，明仔载天下日呢，咱讲爱补财库。啊，我是要来买啥较好？是买好路的，还是白路的，还是买天机天婆？拢会安尼问互客的。啊，今日啦是咱各位是互客做头家的话，啊，你要安怎甲讲？啊？拢买哦。拢买嘛对啦，趁较济。啊，毋过叫人拢买较有效，咱收道。袂使打妄语哩，讲落去变我即个罪过我爱担咧，啊免啊，啊无讲人佫会讲你这做生意人无够专业，啊免啊，互我拢甲讲一句话，拢甲讲，但是要买啥对你有效吼，我是毋知啦，啊毋过我知影吼，你买啥对我拢有效啦。哦，我讲即句话敢对？对啦吼，我拢无甲骗。啊，听无一个是对的，大家拢笑笑讲对啦对啦。啊，我都摕钱来互你，你有效啦。哦，但是吼，我要讲这是安那说，听起来就做好笑，但是咱人就是安尼，真真正正咱人就是拢安尼。伊袂去想讲要去安怎做改变，但是互我讲完了后，我会去甲讲。其实吼，你也真正要改运啊，加做寡善事，加做寡好事。啊，你若无求道，来求道。啊，若有你若要布施，然后咧5年你拄着啊，甲寄寡钱去互伊，100、200，安尼比你来遮买金纸买1000、2000较有效。互我拢安尼会安尼甲讲。啊，有个人就会接受了，啊，有个人就啊，莫从我讲样啦。哦，啊，但是咱不管安怎，咱就是拢爱将咱所了解讲互人知。哦，那么所以讲古早人讲德者德业，哦，德性就是拄会当互咱使咱会有好运命的一个条件。有德的人就会当守住福报，啊，德行也愈高，咱的所在的福就会愈重。所以讲，今日咱要求财，要求好运，啊，若看咱求拢求袂着，毋是今仔日咧替你办的人，也是甲你讲的人。
伊功力无够，是安怎？是咱的德无够。今仔日咱的德够有够，你毋免求，自然上天拢会互你。所以讲这就是咱今日求道了后，咱依道而行，咱就会当将德来甲显露出来，佮会当得到足大的效果。所以讲德会当扭转咱的命运，互咱前世注定的命无好，即世的努力，咱会当积德行善，修正咱的态度，共款会当改变着咱的运。那么命运并嘛毋是讲，并毋是不可窥探的宿命而是因果的累积。命运好歹，要怨天怨地，还是怨爸母，拢毋免怨，干那怨咱家己过去所做的来因果，过去家己的剧本写讲即世要来做啥，家己的剧本写了无好。所以讲今日咱甲了解了后，咱要从后世搁家己做好，咱即世剧本好好啊写。要安怎写，就是道行讲道行德。那么所以讲，善良的心，就是一个无计较的态度，帮助他人的精神，就会自然带予咱善人甲贵人。护法原来只有准备一块网络影片咱大家好好看咯，因为声音无大啦阿姨，你要去哪呀？就在前面中山路的空铁。老板，你介意我把这个阿姨带去吗？不介意。阿姨，那你上来吧。谢。阿姨，你停车钱是哪来的呀？昨天我在公司上打扫卫生，工头给了我200。阿姨，你身上还有100充。是的。这样，我现在急需用现金，你看能不能这200块钱我们交换一下，我扫给你。好。过去了，你收下。收到了，谢谢。那我们去换。阿姨，到了。那我车费多少钱？我扫给你。不用了，你刚给我花了钱，这车费就不用收你的。那怎么好意思啊？注意安全。那太谢谢你了，妹妹。对，在银行手续是吗？好的，手续费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行了，我车上还有乘客，不说，先挂了，拜拜。小妹妹，我也在这里下车，但是我今天出门呀，太着急了，忘了带手机。我上楼给你拿现金下来，行吗？就不用了，反正我一定会带这趟。为什么呀？我刚买月车，不用了。今天几个人，每个赚到自己
心，珍惜你的弟弟，谢你的善良。明天早上10点，21楼，等着你。咱看到这个影片啊吼，咱的感受安那？感动。今仔日伊这个小姐啊吼，伊开客停车，咱讲伫咱台湾讲客停车的司机，伊看到这个阿婆，伊去互人骗200块，伊敢有甲伊讲，伊是假的，伊搁替伊甲换掉，甲换的。搁替伊做代志再免费的，伊敢有想到讲我今日做遮我会当得到后壁4万块？无，伊若是想到后壁有4万块，伊做出来可能无迄个效果。哦，所以讲咱今仔日咱修道嘛是共款，上天咱拢讲，道人有3分的功德，上天会补咱几分？7分。有10分的功德，10分的功德到底人换做钱是偌济？唔知。就是唔知，所以讲咱就会当安尼去做，为着安那至少做有10分的功德。但是咱度人度到尾啊，咱若是真正拢为着这10分放伫心内，你去度人，敢度会有？度无，绝对度无。咱若是看到即个人讲，道遮好，咱无甲伊报，无互伊会当来得道的机会，互伊有超生了死的机会，咱较会当付出咱的一切。若有困难，咱就去找伊，有工课咱甲伊斗做，目的就是要互伊来活动。安尼咱咧做会足轻松，拄着困难，拄着挫折，咱嘛袂怨叹，敢是？所以讲，只要咱就是心中有稳。这个特性就是咱咧做的当下，咱心中无任何的念头。咱只要心中有任何的念头，较来做这件代志，伊的特性就显露会出来。所以讲，亦是一个无为的、无念的一个作为。跟落来，真心付出，感化众生。咱各位在修道过程当中，咱有感觉过孤单无？无哦，咱有主张拢无咧。咱度人求道，去度人道遮好，咱要去叫人求道，有个人会甲咱讲安那？好着恁咧讲，敢会对咱来？袂。度一个人来，度2个人来，度3个人来，你搁要开嘴搁度的时阵，讲无啥会出来。敢是？道遮尔哪哩好？好代志，咱若得到了后，会安怎？转来甲四大人讲，四大人讲了后，伊袂认同，佮甲你讲，你拢去互便宜啊。迄个时阵，咱的心内就会有一种孤单的想法。但是这种孤单的想法是安怎？上天对咱的一点的考验。其实咱敢真正有孤单？咱无孤单，因为是安怎咱无孤单？因为迄是因为同频的人还在路上，甲咱同款同频率的人，还搁伫路上，咱还袂去拄着。就像黑暗中的微光，一开始虽然讲感觉足微弱，但是只要你会当继续燃烧，莫去互花去，那么在黑暗中咧寻找方向的人，伊就会看到你的光芒，敢是？亲像今仔日，咱在这个活动当中，咱今仔日见到了，拄则互我甲咱有参咱做一个比喻，讲咱迄个意境。咱人生黑暗，就是因为伊毋知伊无开智慧灯。那么今日咱已经开智慧灯了后，咱就是人在即个比如讲汪洋大海当中，船只伊要靠岸爱看啥？灯塔，照着灯塔伊的光，伊较有法度来靠上岸。
那么今仔日，咱就是别人人生的一个灯塔。但只要讲咱坚持咱这个光，继续光调咧，在这个汪洋的人海当中，人就看会到，到尾啊，人拢会同咱做伙。遐个人就是讲咱的同龄的人，因就会参咱做伙共同来帮办这个道路。亲像咱今仔日在座遮，应该200外位嘛吼。咱安尼做伙，感觉会孤单。吼。所以讲真心付出是不求回报、不执着的功德的。吼。纵使咱有受苦受累，也是受到嫌弃啦吼，咱嘛袂使改变咱的初衷，因为这就是咧考验咱修道人的心志。咱要有所成就，就是一定拢爱遭受考验。啊，考验的过程当中，敢会足轻松的？袂足轻松的。但是袂轻松的当中，后日咱搁去回想的时阵，咱会感觉足甜蜜的。吼，咱会感觉足甜蜜的。咱来想看过去老前人，因牺牲性命，义不畏惧。吼，咱咧。台电课程时阵，咱拢有感谢张老前任、邱老前任、盛老前任。咱就是安怎要感谢？因为因对咱的恩德足大。比如回来讲，咱盛老前任，咱在座大家嘛拢有听过。哦啊，盛老前任伊要在过世，伊要互人唱歌的时阵，伊讲着对8字。沙头枪毙，告老还乡。啊。沙头枪毙。告老还乡，对，沙头枪毙，告老还乡，这8字，这8字听起来，伊虽然讲短8字，但是铿锵有力。这8字代表着过去老前人为道牺牲。今仔日，人也是真正穿甲你压的，叫你开车，叫你离开道场。咱敢有咱家己回想一下？咱敢有法度像盛老前任伊迄点的心志，佮会甲伊讲来，心中你遮一唱就好，沙头枪毙，告老还乡。咱有迄点的勇气无？今日多一个人，互人甲咱讲无爱，还是甲咱做一个批评了后，咱的道人的心志，咱有去互提起啊无？吼，这拢是咱来思考的。今仔日在这个修办的过程当中，咱时时刻刻咱就是拢爱警惕咱家己。吼，那么咱来去想着讲过去的老前人，因为着咱安尼甲咱将道务牺牲性命，将道务来互人，咱就袂使辜负遮个老前人辈。所以讲，咱老前人甲咱讲道务是用血汗泪所换来。毋是侥幸甲欺骗所得来的，所以讲老前人的德，伊就是用伊的血汗甲泪所做下来。哦，亲像拄则互我甲咱讲，咱老前人，伊迄时阵对着遐个子女，包括讲过去两岸相通的时阵，开始有小三通，咱吴前人嘛有搁安排，咱和老前人伊的囡仔到香港。要安排咱和老前人过去参与子女见一面，讲一个话，但是咱老前人伊敢袂？毋会。啊，今仔人换做咱的话，咱敢会信？会呢。和老前人敢毋去？伊敢真正心遐尔哪里的？毋是。和老前人伊讲，还是不要好了。去了，看到了，话一说。就没完没了，哦，是安那会没完没了？因为讲落去了后，这个情节拔袂开啊啦，拔袂开的时阵，台湾才会得清要安怎？所以讲，咱老前人为了咱台湾的得清，为了咱台湾的道务，伊牺牲个人，哦，啊，这就是在这种的牺牲当中，做下了无限的德。所以讲，这是咱需要去效法这老前人的吼。啊，最后吼，我来跟咱做一个结论。
到10点半嘛吼。来，咱即摆搁反思一下哦，拄则好好是讲咱若会当选择的话，咱拢会选择啥物人做厝边嘛吼。即摆咱来选择，今仔日换做你是厝边，啊，今仔日你要住伫伊的隔壁，就是住伫你的隔壁，你会感觉欢喜还是恐惧？但是咱会感觉欢喜的话，代表安那？咱的德性有出来。啊，若是今仔日咱会感觉会恐惧的话，就是咱的德性还阁无够，那么咱就需要好好调整。哦，啊，这咱就咱自己反思一下，哦。所以讲，咱唔免担心讲现处是道路歹乱，只要担心咱家己的德性有够啊无够。啊，德性有够啊无够，德性敢有满分呢？德性敢会当做到尾仔讲我德性已经满分啊？无。你若感觉你的德性已经满分啊，你可能连1分都无够。好，啊，所以讲咱只要努力做咱家己该做的工作，努力替上天打帮助的，安尼咱的德性就会慢慢建立起来吼。讲你若芬芳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一个蝴蝶入芳，伊要采蜜，即蕊花唔免惊讲特别来采蜜，只要你的花开了有水，开了有芳，自然人就会来采蜜。今仔日咱唔免讲咱今仔日做遮多有功德啊无，只要咱坚心去做，即个精彩唔是讲咱做甲足好，即个精彩是咱拄着愈侪挫折，愈侪困难。咱愈行会过去，迄种才是真正的精彩。啊，咱若有行过迄一段，上天绝对让咱安排较足好。哦，只要咱心中有道，言行有德，这条路上咱永远就袂孤单。所以讲，咱来效法咱的何老先人。咱何老先人的性格是啥？圆德帝君。就是咱何老先人，伊将德做甲足圆满。啊，今仔日咱拢是何老先人的护航，咱应该爱种感觉足荣幸的。咱就爱效法咱老先人，安尼敢是？是吼。那么在这段报告的过程当中有所不足，或者是错误的所在呢，敢有请咱德老师咱注意这个内底。甲互较指正，多多包涵。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如意。大众紧急。感谢讲师慈悲，天道鞠躬，坤道鞠躬，感谢讲师慈悲。休息15分钟。